这是不个中秋，是中在的购买路大喜之日。后个中在忙是忙得嘞，都请了这起来嘛活跃，烫头发，试新衣裳。现在1000等财师爷们当不得3046，身浪向一身米白的范立定西装，里向嘛300个衬衫，一条红领带，胸口里呢一朵红花。搿搭行头是蛮漂亮，不知哪扎得个中在身浪向嘛有点不伦不类。实在搿只面孔搭搿搭行头发配个了，这个叫得来这个。现在大致个所谓男宾相坐了轿车里向得意洋洋。哎，想想今朝的呀，搿露露这次婚纱是肯定漂亮得不得了，尤其立得我边浪，真所谓是郎才女貌。哦哟，搿要不又出来着？搿么露露呢哈呢？搿个妖体皆似梦非梦。像中在里是有女人的呀，我搭里搿桩婚姻好比是一场赌博，是虚还是赢，谁也看我个人的运道子。梦团里向会出现一张鸡熟悉一陌生的面孔。唉，想里现在不知阿好了，不过再一想么够美了啊！马上一结婚子，你回去想里做啥？快点换衣裳吧。现在露露身浪向扎的是一身红蓝颜色的旗袍，辣辣腋下头的部位啊，也就是妇科经常搭的地方，有一滩泛黄的接触。你到大家去想了，这个场合出现这样一滩接触，可想而知，搿露露积累个多少个妇科。承受过多少的委屈？现在侬个旗袍脱下来，帽子上浪向一抖，扎上子700个婚纱。妈，我要调婚纱嘞！妈，哦，来了！现在露露娘来了个房门口上游着。盯了只浓背影口啊，会得口眼脱，看得阿母呀有点眼口阴阴。为啥呢？我个浓脱口子，为此个讲人家口一说一声，侬自家坏脱子。唉，今朝的中手扎上子婚纱，但是总在偏偏是有高处的人呀。将来那样子，随便啥人弄不清爽。现在听见侬喊么，要紧打进来哦，来了。妈，哎，婚纱哪里帮我拉了？哦，好吧。啊，哪里帮拉上去嘛？上头有个结，当一当试试。妈，哎，侬看哪能？好吧。露露啊，哎，侬个身头啊真好。是伐？妈已经想不出用啥个闲话来形容了。妈，侬们又要哪里头儿子自家好嘞？不是呀，侬不相信自家去看呀？来，真啊！来，一把脑里拖过来嘛，拖到手掌台门前，哎，侬自家找呀。露露现在对镜子里向自家一看嘛，哦哟，想不到照上婚纱的自家竟然这样的漂亮。妈，啊，我真的想不通呀，侬哪能会得养得出我介漂亮的囡儿啦？哦哟，侬这个老泥皮呀，哪能啦？漂亮没要人家讲的呀。那么我还是实话实说呀。哦哟，哎，妈，哎，辰光差不多了，哎，哪能妹妹今朝还不上来了？小姑娘们要打扮打扮的呀。侬去叫声伊。辰光不早了，侬自家切理切理啊，我晓得了。那么露露坐到梳妆台门前梳妆打扮，画好眉毛拍好粉，涂上鲜红颜色的纸人，对镜子里向的自家就一直一欢喜，一看一满意。
这我中心伢子打打外头啊，肯定是一批这样的邪魔之身，你做作。哎呀，一听扶梯浪下有声音，非是得个妹妹来着，位置一边里透起来，今朝关这里怎么办呀？这里拿个鼻子挤脱，不知现在哪个样子哇？露露对扶梯浪向的整整一口目，哦哟，这个的眼睛门子呀，是个一亮的了呀！心机把人动虎视，大爷咱人是对狗，嘎一个后的花。话真不错，讲起都讲不出美女，哪不是呢？来看啊，今家的妹妹种样子，当我前两日拍过一张照片，就一时一样。不过这一想妹妹最难编织，今家我是新样子，最出风头的，甚于是我宫妹楼。哎呀，这辰光差不多噻。哪个总裁回不来啊？我的临时我就比过个。哎呀，假使讲今朝那总裁不来的时候是，你留来见我，哪种人哦？你们了浪急了，个总裁的来着，噔，奔到楼浪向踏进房间，带个隆隆一口没。哎呦，露露哎！哎呀，今朝新娘子交关好看了，我总算能够讨到侬露露是，哎呀，今个是鸿运高照了。洪财啊，侬哪能刚一再来了？啊，我当侬不来嘞。哦，哪能为你？我今朝是忙到现在啦。哎呀，我是中饭没吃了，就来接侬了。哎，我恨不得飞过来的，是吧？哎，宫妹楼对个总裁一口没的确，今朝西装笔挺，看上去非常的松弛，而且我高头浪向盒子出来这样，因为对自家信心不足，挨不了么，唯一问他两句。洪财啊，哎，侬想清爽了啊？要带我宫妹楼结婚哦？哦哟，露露哎，侬到今朝还问点说啊？我问侬啊，侬对我是真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假的，真的，假的，真的呀，假的。哦哟，真的是真的呀。我不相信。那么侬听好，
你问我爱你有多近？哪能？月亮啊，它可以代表我的心。哎哟，都看不出嘛！你们乡人讲两句闲话都蛮心法的。我来啊，搿么讲闲话要算数啊。好了，搿么要阿拉走伐？汽车来了，阿拉跑来啊！那么喽，大子妹妹弟弟为与马鞍母上车子带大富贵最佳。今朝个总裁啊，是像第一次做新郎官这个。哦哟，做新郎官的味道浓哦，浓得那么，这个吃茶咖啡这个味道好极了。我总裁能够今朝这个一了，离不开一个人帮忙，啥人呢？凡凡能盖就完了呗。他们生意上中相柔爱，为把老娘把我做红山。我是一副不起个大花园，时来运来推不开，一句报得没人送啊进去水对的字，推步手来与搂背，去头梨花把山一带，帮夫人轮到我做红山，对不出来，得看了自家肩高浪向的搂口嘛。哎哟，今朝的做新娘子的表情，提是提得嘞。不晓得了，看搂的辰光，余光打到边浪向一个人，不看则已，一看精神。啥人们伴娘真正对着面孔一看，哈
片忠厚今这的真正的漂亮已经深深的印了种在个脑子里。今这的来不及多想，咋的啊？婚礼忙是忙得嘞，婚队才送来。致婚人、证婚人，个婚礼啊繁忙，还有总是为数甚当。等到仪式结束嘛，个总在不几个要好的朋友啊，透过去敬酒了。关着个露露啊，快点化妆间里向去会上吧。现在露露透婚纱，换上这件金银丝的薄纱地板，脚浪向一双金黄颜色的高跟皮鞋，披肩的上步浪妩媚动人。哎，刚刚实现了呀！外头进来个男招待，手里向拿下一份礼物带到里向嘛。小姐啊，哪能？刚刚外头来一个人送一份结婚礼物给侬。好。哎呀，露露一听没觉着奇怪，像今朝该亲们侪已经请过子，现在还有人来送礼，可是比之仪式礼着哇。现在人呢？跑脱了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一个小伙子。哦。是的。小伙子。打礼物接过来，外头包装去脱，一只粉红色的盒子。粉红颜色蝴蝶结搞开，盖头去脱，对里向一口嘛，是一串用小贝壳抽成功的贝壳行钿，虽然下头不落看，但是露露一看搿串行钿就晓得送行钿的主人不是别人，是自家曾经的未婚夫张雨清。进入心门，啪，打开着，鱼的伤口也撕开着，看了心里想，真正一个往事，真正一个人，活脱脱的，一赤一浪，爱惜。随了5、6年门前呀，搿张雨清因为上述的房子推脱着，要重修房屋，所以跟子娘到至上海来投奔朋友，投奔友亲故家。那么自家呢，就到了上海读书。搿些辰光的露露啊，在女子中学读书，两家头情投意合，朝夕相处。后续了上述的房子修好子。妈回走上树嘛，离神女来了上海，两家头呀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有一天啊，张雨清有个同学，请到惠州来嘛，送一把小贝壳给你，五彩斑斓漂亮。你呢，就拿搿把小贝壳推推叫设拨个露露，露露来得个欢喜，空子下来啊，拿个贝壳。一只一只抽起来，抽成过一串贝壳行钿。后来随老里到订婚搿一天，露露拿里作为订婚的礼物，带到至张雨清的头巾里。张雨清呢，拿着大红的发夹，夹到是露露的头发了。雨清，露露，搿只发夹我老欢喜的，我一定要拿伊带到我头发发白。露露，搿串贝壳行钿。意义非同寻常。对个，我一定要带到来。你两家头一刀子里一弹，慢慢变老。少年晓得喝劲不长，药一场毛病得知飞了，药上武林，随着讲追着。本来虽然做个小职员们，屋里向懒懒散散、辛辛苦苦，搿日脚还是过得下去的。现在屋里向世界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倒脱着，哪办？哪办哦？口袋里头一家人家，只有靠一点点办法来没得。一种责任感啊，油然而生。我是搿家的女婿，虽然未婚结婚，女婿百字之客，我应当要踏出来。所以我对大家讲，爸母、阿婆。你都放心，有我雨清辣海，
绝不会让侬读随口。我马上退学，我到外头去做生活，我来养活一家门。搿个哪可以呢？虽然讲你是未婚夫妻，但是为婚挂档啊，将来的事体啥人侪说不定。雨清，露露，我是顾家的老大，挑担子的应该是我，不应该是侬啊。哎呀，搿能，我马上到外头去寻一份工作，我来养活一家门。你个小姑娘，你哪还到外头去寻工作呢？哦，不要紧的，我只要拿我的鼻子剪脱，看上去年纪最好大一眼。搿能，我叫人介绍我到沙场去做工，我来养活大家。哎呀，一个小姑娘哪到沙场里向做工？雨清，侬不要讲了。啊，雨清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我现在爱不过体，只好答应。每天到沙场门口去接力，但是我接力看见你出来的辰光，做得来精疲力尽，我心痛啊！其实露露非常清爽，沙场做过根本就不是出路。我非得要让大家吃饱肚皮，我唯一想办法让弟弟妹妹去读书啊！所以一定要寻一份赚钞票的事体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碰上一个叫宁花的女人，你答我说：“小姑娘，要想赚钞票，跟我走。”随着看，我跟这里带子包罗门舞厅，做只妇女。当第一天我趟子对方回到屋里的辰光，娘对我两朵眼里。讲我不想把瓦公家的门风弄，我抢一记耳光，关将我滚出家门。我心里想委屈，风浪面孔水往着外头奔。我看到个种声音，要紧跟出来。两家头睡立了路灯下头，天开始落雨着。露露，雨清，你也非要怪把我，你也是担心你丈夫你到外头上当受骗呀。在我看啊，你还是舞厅里向不要去吧。那种妇女，我也不放心呀。不晓得你搿句闲话深深地刺痛着露露的自尊心。你不放心了，你啥地不放心了？你啥个了不放心了？张雨清，露露，我顾美露是顾家的大囡儿，挑担子的应该是我。帮侬张雨清没半点关系。雨清，侬当初我欢喜去做妇女啊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为了让弟弟妹妹读书，为了让伊拉吃饱肚皮，我只能够去寻一份赚钞票的事体啊。不，哎呀，雨清，侬可以走了啊，侬可以回去了，回转家乡，早点离开我。从今往后，阿拉两家头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一刀两断。侬可以离开我，离开我迭个让侬担心的妇女。露露，你晓得我不是这个意思呀。已经好了，侬不要再讲了，我晓得侬的意思。雨清，再会。露露，露露，露露，伊两家头就自家分开着。后来我回到常熟，做是常熟有医院里向医生，现在呢升到院长子。今朝天呀，到上海来医药采购。女儿路过大富贵酒家门前嘛，看见门前一块牌子，上头写的是清清爽爽：钟才先生与高美露小姐新婚之喜。我顿时明白着，露露啊，已经寻找着自家的归属。
那么既然你现实之归属，我应当让我给传悲哭行礼，还不提，而且送上我衷心的祝福。露露，祝你幸福。现在露露，手里向镯子搿串行李，忙着外头直冲不冲出去，连忘记子，所有的所有，一切的一切，侪忘记子。忘记子今朝是自家的结婚日子，忘记子脚浪向的高跟皮啊，忘记子给他的婚礼衣裳大富贵追加，脑子里向只有三个字：贾雨清。你计划想看一看，现在的雨清长啥个样子？也想问一问雨清，你现在过得好？雨清啊，虽然当你分开5年，但是这个5年当中，我的心里时时刻刻的拉记挂呢。你辣辣我心里的地位，是没啥人可以代替的。现在露露来了个大富贵追家门口，新个贾雨清，雨清，雨清，泪已不收，痛出心。不记。
难道你就不能谅我了谁分？雨晴啊，你是一句话，一言一声，加一声噜噜，再随一随别离心。搂搂他定心房，我虽心似狗无神，杀退心破得地爱天昏。雨晴，难道你对自家恨我？连到记忆里都分有意吗？雨晴，雨晴，张雨晴分嘴了呀，立了一颗大石碑的，两下口一口了。你在听见个上身就把几乎熟悉，哈了，身体斜出来一口嘛，哎呀！眼睛蒙着，就是自家朝思暮想的未婚妻露露啊！这个心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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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是跳来，婚姻就是心侣心中深心跳一花的发昏，多少相思，多少梦，纷纷渺渺相遇心。乍相见不知真恩与家，好事所知与没真，是梦是幻分恩不清，待我上前来相随。我要问一问，听一听，这恶在之中口臭欲诉
心，若要上意，却知不于情啊！你须从动问如心，他已经为人妻，他已经嫁了人，他已经灭得知音托中身，我怎能够扰他的心，留他的人？我已经送了行李，得了我的心，切勿冲动，是非深，所以毫不犹豫走狗身。雨晴，白痴的，请听何以为？